老乡别走，这回是玩真的，这回真的牛市到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带大家真正的中国。今天是2024年11月22号，这一期啊，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、胡 A， 还有胡一进老师啊。今天这个胡适啊，可以说是黑色星期五啊，股指啊。几大指数全部是破位下跌啊，沪指跌了100多点，这个可以算是暴跌，它下跌了3%，3%就可以说是跌幅比较大了。如果1点几啊，那都算是中阴线啊，3%是暴跌啊。关键成交量比昨天放大了，两市成交18322亿，比昨天多了1700多亿，这个就是妥妥的放量大跌，而且明显啊，就是恐慌盘出来了。就是有人夺路而逃，像惊弓之鸟一样。国内的大资金啊流出1100亿元，429只股票上涨，4917只股票下跌。所以今天啊，对金融消费者来说是非常惨烈的。如果操作不好的，恐怕这1个月、2月赚的钱回去了。这个跟我预测的还有差异。我以为它是上涨，周四2根小阴线，这个周一啊来一根跳空低开的中阴线，周二再震一震，本周就是反弹这么个走势。结果啊，它本周前面几天都是小弹，今天来了个大阴线。当然我昨天节目我说了，我说这个应该是在下周二应该有个大阴线，结果它也提前了，充分说明市场情绪啊不可测，也就是大家都非常紧张，随时准备跑，就说明啊参与者都心知肚明，都知道来是干什么的，对吧？喊的那一口号都是想喊给别人听的，让场外的人赶紧进来。你看我们玩的挺好，实际上呢随时准备跑。你看今天这个走势就这意思啊，各路资金夺路而出啊，再也不说什么牛市了。当然了，你不能因为一天下跌就说怎么样，但是这个走势确实是奔着下面啊，这下面有很多跳空缺口啊，那必补啊，从来没说缺口不补的，老股民都知道。但是也没有必要太悲观啊，这一下就要到3000点了，那应该不会。我觉得3200还谈一谈，最低到3200恐怕还谈谈啊。这个时间上面，我觉得应该在12月上旬10号前后啊比较危险，恐怕就往下找市场底去了。你从时间上说啊，它还需要震一会儿，震到彻底绝望，震到这些参与的人呢自己都不相信了，真的是自己不相信，完了也没有办法把外面的人哄进来，外面人就都在观望看他表演。所以说他到12月中上旬就玩不下去了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今天这个走势啊，这3大指数都是收在最低点，就没有任何抵抗，不像昨天，昨天节目咱们介绍了吧，尾盘有人给他拉上去，一看就是国家队出手了。今天国家队啊休假了，10月8号以后啊，见好就收的，赚了钱就跑了的，或者是减亏了的，小亏一点也跑了的，解套的，这些人都是聪明人，真跑了就跑了，不要回来了，虎口脱险了。10月8号以后，现在还在胡适的，都是自己在跟自己作对，都在自己挑战自己。为了胡适啊，可以说媒体老师还有专家啊，那都是操碎了心呐，掰开了揉碎了，说来说去就是希望还在观望的赶紧啊拿着钱进场。你比如说啊，这个昨天第一财经报道啊，说金融专家薛红岩说啊，短期主动买套常常是牛市里赚更多钱的前提，要想赚钱先买套，主动买套。近日新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发文指出，11月以来市场热热闹闹，但体感并不好。宽基指数层面，大盘做区间震荡，怎么涨上去又怎么跌回来。行业层面热点层出不穷，看似不发赚钱效应，但轮动太快，参与难度极大，赚钱很难，亏钱很容易。那当然了，炒的都是垃圾股啊，垃圾满天飞，垃圾股那就是击鼓传花呀，谁敢拿着？于是在牛市里亏钱也成为近期的热门话题。通过回溯历史数据，很多人发现散户的钱主要是在牛市里亏掉的。我早就以亲身的血的教训告诉了大家，纵观我这炒股历程啊，我亏钱最多的都是在牛市，熊市也亏，但是没那么惨。因为熊市你知道是熊市，你小心翼翼；牛市容易麻痹，容易忘记自己，得意忘形啊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就感觉巴菲特不过如此，略显保守，都是这种心态。所以啊，牛市对散户的这个教育更大。通过回溯历史数据，很多人发现散户的钱主要是在牛市里亏掉的。这种反直觉的观点，结合近期的切身体会，让很多投资者颇有原来如此的
恍然醒悟感。其实说之所以反直觉，是因为该观点本身皆有很大问题，具体到某一天、某一周或者某一个月，无论什么行情都可能亏钱。牛市的特征并不非不亏钱，而是亏钱很少套人，只要有耐心，解套很容易。所以投资者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牛熊转换，在此之前不要怕亏钱，只要牛市逻辑还在，亏钱总是一时的，短期主动买套常常是牛市里赚更多钱的前提。这个专家才叫胡说八道呢，你怎么知道什么叫牛熊转换呢？所谓的牛熊转换那都是事后看到的，过了1个月、2月，过了1年、2年之后，我们才知道6140点是高点，你当时不觉得啊？其实6140点跌下来，很多人还说会2次涨上去，会超过6400，对吧？会涨到1万点。如果你那么容易就知道什么叫牛熊转换，你怎么可能亏钱呢？你都知道牛市到头了，熊市开始了，谁知道啊？所以这专家才叫胡说八道。他要知道啊，牛熊转换那个关键点、那个节点，他都不需要在这儿天天指导别人去炒股，那他自己炒不就赚钱了吗？做巴菲特不好吗？一个人偷偷赚钱，偷着乐不香吗？说当前 A 股市场牛市逻辑还在，中长期上涨的趋势没有变。现在是不是牛市都是个问号，他居然还说牛市逻辑还在，基础就判断错了。都是些什么专家？说顺势而为就是要基于中长期上涨趋势这个大前提，持续逢低买入，加大仓位。在牛市大环境下，下跌是为了更好的上涨，是机会信号。所以战略层面定牛熊，战术层面才能做交易。一旦坚定了牛市认知，面对下跌应对策略就简单了，要么持仓不动，要么继续逢低买入。总之，只要牛市还在，加仓位才是正确的选择。这就是我说的啊，想尽一切办法忽悠这些还没进场的，还在观望的，赶紧进场。再不进场就赶不上这一波了，下一波什么时候不知道啊？主动买套赶紧进来，不知道今天主动买套的有多少？这个跳水滋味好受吗？还有专家啊，这个叫财经评论员皮海洲，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说啊，允许下跌也要允许上涨，对股票上涨要多一份包容性，不能见投资者赚钱了就红眼病。这个财经评论员皮海洲发文指出，因为股票上涨而被停牌检查，这是 A 股市场并不规范的一种监管方式。首先，停牌检查只针对股票上涨情形，而不针对股票下跌情形。股票上涨了就要停牌检查，股票无休无止的下跌，哪怕股票跌出了80%、90%，监管部门也不停牌检查。因此，停牌检查这种监管方式给市场带来的负面印象是 A 股市场只能下跌而不能上涨，或监管部门允许股票下跌，不允许股票上涨，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也因此发生动摇。你看，这就属于监管，他整不明白。监管管得越多，这些散户抱怨的就越多。散户为什么抱怨呢？就是因为散户赔钱，他赔钱了他就抱怨。散户只要赔钱，你监管多了，监管少了，你允许量化，你不允许量化，做空你不允许做空都是错。为什么？因为散户他要为他的失败啊，为他的赔钱，他要找个责任方，总不能说散户自己责任呢。就散户很少能像咱们这样说自我反省，说我这个贪欲，对吧？我自己跟自己做斗争啊，很难战胜自己的缺点，很难战胜自己的贪欲、贪婪和恐惧。散户不会这么想的，散户只会把原因归咎于外面啊。你监管允许做空，那行呢？到时候你监管怎么不允许做空呢？你任凭标股乱涨，因为咱们这个市场30多年，它还是个大宝贝，它根本就不成熟，所以监管就一直管，当然也管不明白。这个妖股乱涨，你说能不管吗？不管，到时候这些散户赔钱了，又得哭爹喊娘。停牌检查是因为股票异动。什么叫异动啊？它基本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没有任何的上涨逻辑，然后它呢大幅上涨，它不是说一个涨停就完了，2个涨停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它是连续3个、4个严重偏离基本面，这样才会停牌检查。股票异动公告，上市公司自己检查你公司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，你得向投资者如实披露。如果你不披露，以后散户赔钱，他就可以告这个公司，对吧？是你信息没披露。有的时候还有停牌，关键时候啊，你比如说他有大的并购，或者比如说他被特斯拉看上了，或者被英伟达看上了，要跟他合作什么项目，那这个风声一传出去，那股票肯定会异动，所以只要赶紧停牌。这个初衷啊，都是为了保护这些金融消费者，都是为了保护这些赌徒啊，不要血本无归。但是你看这个评论员估计啊也参与游资炒作，因为这么一停牌检查，对那些操作的游资来说，
增加了风险。他货还没出完呢，故事还没讲完，这边停牌检查打断了节奏。说其次，停牌检查标准也不统一，同样是停牌检查，但其标准却不是不统一的。比如这个浩欧博是连续7个暂停，而 ST 彭博则是8个暂停，表现出了较大的随意性。此外，停牌检查都是老股，而新股从不停牌检查，如强邦新材、长联科技上日首日的涨幅都达到了17倍之多，但没有停牌检查，而新 ST 彭博涨幅不到50%就停牌检查，这明显有打压老股、放纵新股的嫌疑。这个纯粹这个评论员估计是在参与游资炒作啊。新 ST 彭博那是马上要退市的，那更得监管。你要骗了散户在里面，到时候一退市，散户血本无归。那时候散户维权哭爹喊娘的，谁管他们？你那个什么长联科技、强邦新材那是新股啊，刚上市啊，这俩能一样吗？所以这个什么财经评论员，这样人都能当财经评论员，屁股不知道坐在哪边呢？而且这个新股上市涨17倍，这本身就不正常，因为把做空机制给它取消掉了。本来有个融券做空这个机制就是为了抑制新股一上市涨10几倍的。结果这些金融消费者、这些散户天天哭天天闹，监管部门没有办法，融券做空一停掉，所以新股一上市它就涨17倍、20倍，这就是必然现象。我在以前节目都反复强调过，融券做空就是为了对付这个新股暴涨。新股为什么暴涨呢？因为这股票一上市，它筹码中度比较高，一些小部分的中签的那些人呢，他一看每股赚了10块，赚了多少块他抛。好，这个时候有人做庄，他就去拉收这个筹码，他花的钱很少。一旦他往上走，冲破他发行价，冲破他的预期的价格，很多人就不卖了，自动帮着锁仓。也就是说，外面没有抛的股票，没人卖，所以它就很容易涨到20倍，一天或者2天、3天都可以。这个时候融券做空什么意思就有很多人机构、券商，对吧？有人看到这股票不值这个钱，那我去大股东那儿，从净售股、限售股里面我借股票出来，我去抛完之后，等它跌下来，我再买回来还回去。这样人借了股票一抛，它这个新股它就涨不上去，它不可能成妖股17倍、20倍的。你看看这个监管部门也是操碎了心为了哄这些散户开心，散户说做空必须要停掉，停掉了就你看炒新股、妖股。又有多少人会死在新股上面套一辈子？为什么咱们的监管管这么多不落好呢？大家都骂他呢。而这个你看美国人家证监会他们啥事也不干，估计马斯克这次想把他们裁掉吧，就啥活没有为什么人家那个市场反而更健康呢？主要是人家打击力度大，绝不姑息，给你把条件画好了，就在框框里面，过了框你就完蛋了，所以没有人敢过那个框。咱们这个都是8九3杯猫捉老鼠的游戏，是这么一个生态，所以证监会他就非常忙，监管就非常累，完了还得加人不停的扩编，因为他管的事越来越多管得越来越细你随着上市的股票越来越多，他人不要增加吗？这编制不要扩编吗？那他们就得靠股民、金融消费者去养着，所以越管事越多，越管越累，越管效果越差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最近关于这个沪市点位到底多少比较合适，前村长说4000年就高了，因为4000年整个沪市市值就已经140亿万亿比 GDP 都高了，不安全。所以最近很多专家学者炒股的矛头对准了前村长，因为前村长这一下捅了马蜂窝，他说现在这股价都高，不要说4000点了，你说一下把那些炒股的得罪了，都在骂他，就听不得真话。人家村长对吧退休了，终于可以说点真心话，结果还被一顿骂。你看今天这刘继鹏他说4000点是牛市基本点还是天花板，大家认识上不能模糊。3000点这儿挣了17年，这不正常。他说3500点到4000点才是安全点位，超过4000点才体现出这一次化债救市它的效果。大家看视频我想还是要提出一个问题，到底4000点是基本点，是这次牛市启动的基本点，还是天花板？这个问题大家在思想认识上可不能模糊所以我们说3000点这个市场我们已经经历了17年，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。我们3000点这就是我们脱离危险的点位应该说3500点到4000点之间是相对安全的点位，4000点到4500点才能够引申出这次政府一揽子计划在拉动股市的效果。股市上涨1000点，我们就25万亿财富，我们现在的居民储蓄就是150万亿，现在钱是进不来。为什么进不来？是没信心这是事实吧。
刘继鹏老师啊，他老是说4000点，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，他老强调4000点。我觉得啊，你不要纠结于点位，对吧？作为专家，你还是要纠结于市场基本面、市场的治理、市场的制度，对吧？这些核心问题，这些架构问题。作为专家，你老是讨论点位，这个显得你应该考虑更多是战略层面的，你考虑更多是战术层面，意义不大。你说多少点位，多少点位，那自然有很多什么股神、民间股神，什么各路神仙，他们爱怎么猜。作为专家，应该给监管、给村里面各种建议，是怎么堵漏洞，怎么防止欺诈善事，怎么防止大股东占用，怎么惩罚他们，怎么样做到这个胡市里面再没有割韭菜。你把这个做到了，他该8000点还是该2000点，那是市场决定，对吧？我想你把这些都做到了，估计他6000点、8000点、10000点都有可能。总之啊，胡市多少点还是根据他自身的这个条件，说的不好听，就跟他自身的身体状况。他本来就弱不禁风的，你让他参加铁人3项能行吗？咱们说高质量发展，在胡市这儿反正没有体现出高质量，胡市的发展都是低质量的。你别看它这个市值啊增加了多少，又发了多少只股票，又融资了多少亿、多少万亿，为国民经济做出多大贡献，实际上它是个低质量发展。但是专家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还是希望把大家稳住，老乡别走，这回是玩真的，这回真的牛市到了，这老乡赶紧进场，不要再犹豫，都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再说一只神奇的股票，叫东方精工的这只股票啊，它的大股东一路减持，这大股东一直往出卖股票，你喜欢就给你，但是它的股价一路涨停。11月14号，东方精工在连续3天下跌后，当日下午突然水平面以下啊，迅速拉升，一跃而出啊，迅速涨停。此后这只股票啊，像开了挂一样的，在涨停之路上一路狂奔，说到今天啊，来了个7连板，关键这个里面还有4天是一字板，直接开盘就涨停，开盘就收盘。这是这个任泽平老师的名言呢，非常强势。关键是啊，在东方精工连续涨停的时候，公司大股东之一的唐罗林分2次减持套现超过1亿元，这本身就不正常。那大股东一看机会来了，赶紧跑吧。刚才有专家不说了吗？这涨幅大的股票不应该让他发什么异动公告，不能检查之类的啊，停牌检查。你说这种股票你能不停牌检查吗？这大股东都吓跑了，涨成这样，大股东都不看好了，赶紧跑。大股东为什么跑啊？就因为他觉得这个价格高啊，合适啊。那谁接了呢？不就是那些金融消费者吗？这还没完啊，关键是昨天啊，东方精工公告，它前面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。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啊，反正你股票连续上涨出现异动，偏离正常价值太远，它就要发异常波动公告。前面发了一个异常波动公告，结果后面啊，他又发个公告，说公司于2024年12月21日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存在错误，经核查，连续2个交易日，2024年11月20日、2024年11月21日，公司股票收盘累计涨幅20.95%，同期深圳 A 指累计涨幅为1.45%，涨幅偏离值未达到深交所关于股价异动的认定标准，因工作人员计算错误导致错误披露，上述公告无效。你看看，也就是交易所这么多规定，把上市公司的整的不会了，连算这个异动啊偏离多少都算不明白。前面算了说达到公告标准了，赶紧公告一下啊，公司经营没有异常，一切正常。结果后面他把这撤掉了，他不应该公告的啊，因为没达到公告标准，就把这些公司都已经整成神经病了。说来说去啊，都是他的监管底子、监管的根本没有做好。你看，管的越多，错的越多，越要管。我们再看看啊，这胡锡进老师啊，这2天多愁善感啊，再这么憋下去啊，马上就要成诗人了。但明显啊，这2天的胡锡进老师微博稍微活跃起来了，一天2、3篇。首先，他把俄乌之间的冲突啊，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战争啊，他说啊，现在乌克兰局势非常微妙且危险，有点像双方互相迎面开车，逼对方先胆怯让步的胆小鬼博弈游戏。那么谁先眨眼呢？叫狭路相逢勇者胜。胡锡进老师啊，打心眼里面还是认为普京是勇者，普京会胜。胡锡进老师一时啊也很难改变，他不觉得乌克兰是反侵略，他认为乌克兰是在作死。胡锡进老师他说啊，如果乌克兰继续用美国和北约的导弹射向俄罗斯本土，那么意味着普京的新威慑失败了。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？他还能怎么做呢？除了威胁，他还能干什么呢？然后胡锡进老师啊，他
他又附和潘东来的于中来。于中来不说了吗？不允许员工结婚要彩礼，不允许靠父母买房买车。胡锦老师认为于中来的初心是好的，应该值得肯定。什么啊？希望潘东来的事情能够带来一点触动，潘东来促进社会建设的动机确实是好的，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揪着该公司不放。同时，这种社会治理末端的争议值得举一反三，让我们大家习惯有这种争议，探讨不要变成上纲上线，说让集体主义不断得到高质量的维护，同时个人也心情舒畅，不断实现更高层次的和谐。你看，还在强调集体主义，这就是胡锡进老师的底色。也就是说，动机好的就行，只要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你就可以干预别人。我的出发点是好的，所以我就可以干预别人啊！你干预得着吗？对吧？首先你要搞清界限在哪，哪些归你管，哪些不归你管。归你管的你可以，不归你管的你只能提倡。说我劝别人，我建议，不能强制要求。你不能认为因为人家不遵守你这个额外要求，你要扣人家工资，扣人家待遇，因为把人开除，你这是违反劳动法。你不能打着为集体提高集体什么风气，你就可以干涉个人。这都是哪一年的事了？现在是21世纪啊！你要有这能力，你还真能把人口出生率给搞上来啊！你天天监督人家晚上，就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啊，什么都能管。最后胡锡进老师他发了个微博，这个微博就显得有点多愁善感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生病了。老胡在医院，晚上挂的号，一大早来，但人很多。看到我大概要中午了，这个老胡作为厅级干部并没有享受特权，他这个交代清楚他是在网上挂的号，而且在那也在排队，一大早去的，到中午才看到他。一般的专家看到中午就要结束了，专家就是一般的看一上午，这就半天的号，但是他有可能看的时间长，看到下午才看完。老胡什么毛病呢？就是肾结石。老胡说的年轻时就对身体不在乎，挥霍体检都懒。退休以后还喜欢喝冰可乐，不吃早饭，午饭晚饭不按点。很多年轻人都这样的，不讲究营养，坏习惯就是改不过来。他说他一天要做240个俯卧撑，据他自己说他做3组，一组80个。胡锡进很厉害这身体感觉他暗暗的在跟加藤老师来较劲呢。加藤老师可以胸口碎大石油锤灌顶，胆吊重物。这胡锡进老师意思是我也不差，可以做240个俯卧撑。胡锡进老师说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现在说这个毛病逐渐显现，说最新体检的数值指标都下降了。他说你只有对身体好，他才能对你好，这个道理就在我的身边，但是我痛感自己没有能力抓住它。希望年轻的人们及早醒悟，拼什么都可以，但别拼身体。有一天大家都会明白，拼身体是最不值得的交易。这胡锡进老师最后这一段话耐人寻味这个值得仔细的对焦。他表面是在劝年轻人要保重身体，善待身体，实际上我认为他这个是在放集体主义的气在泄气。年轻人你要激励他，你怎么能说身体是最重要的呢？年轻人思想是最重要的，你要做正能量，要爱国，这是放第一位的。身体放第一位有什么用？如果你这个人脑子思想反动你幺四五零美特，那你这身体越好，你破坏性越大呀。所以说胡锡进老师是不是意味着这思想上已经有些转变了？他的底色也慢慢的受到变化侵蚀，告诉年轻人什么都不重要，身体是最重要的。什么主义，什么思想，让他见鬼去吧！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。言下之意胡锡进老师已经放下阶级斗争思想斗争，什么坚守舆论边疆那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的身体，自己好才是真的好。你不能把这胡锡进老师这最后说的是对的他最后咱说归说，笑归笑，确实是身体是自己的，什么好都没有自己身体好更好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